上列車嘅乘客請等候下一班列車，多謝合作。請注意，由於軌道故障，觀塘線油塘站至藍田站嘅列車行駛時間比正常多出4分鐘。特別之處敬請原諒。Attention please, because of rail problem. Train service